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S 公布最新嘅世界大學排名，台灣總共有9校排入前400大。台灣大學表現最優，排名第70名，比舊年進步咗6名。喺所有嘅指標裏面，只有僱主滿意度略為下降。台大將透過課程改革，加強學生未來喺職場嘅溝通同團隊嘅合作能力。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S 公布最新嘅世界大學排名，結果麻省理工學院奪冠，哈佛大學居次，劍橋同史丹佛並列第3。亞洲地區表現最好嘅係新加坡大學，攞下第12名。中國第1名係北京清大第25名。台灣表現最佳嘅仍然係台大第70名，比舊年進步6名。台大研發所李方仁指出 ，QS 首度將引用論文次數改採標準化評分，人文社會學科冇因為引用次數比較少而攞到比較低嘅分數，應該係進步嘅主因。不過呢一次所有指標裏面，台大唯獨僱主滿意度下降，值得注意。除咗台大，台灣仲有8所大學逼入前400大，包括清大155名、交大182名，而台科大舊年371，今年260名，進步咗好多。有學生認為排名唔重要，但係亦都有人坦言排名高一啲比較吸引人去到。